傾新生系列，細説商學。阿 Jennifer，我認為你唔淨止繼承咗你爹哋嘅生意喎，仲遺傳咗佢嘅創業精神。做製造業嘅話咧，個 margin 就已經即係嗰個利潤就已經大幅下降啦，對比起以前。其實作為一位第二代嘅話，我嘅青春都有限嘅，我會覺得其實趁後生嘅時候咧去試啦。其實飛鏢嗰個中間呢一個標筒用鎢鋼就係我哋打螺絲嘅模具嘅鋼材做喎，有唔同重量嘅飛鏢，覺得一係太輕或者太重，我好攰啦隻手，咁又要再買喎，咁我話咁不如我自己設計一套可以調校重量嘅飛鏢啦，咁啊自己設計埋一個螺絲批，咁就擰一粒好似螺絲形狀嘅砝碼。你個意念係幾好啊，咁但係會唔會少中咗少少咧？可能喺呢個世界上面得5% 嘅人係玩飛鏢嘅啫喎，我對眼永遠放喺嗰95%。社交媒體咧會變咗好被動啦，佢擺張相咁我 like 下 react 下，咁但係如果我可以喺好悶嘅時候，佢喺美國，我喺香港，咁啊不如一齊玩翻鋪，咁就即刻玩咧。Edward，我想問下你啦，你聽到個女隊話，我要做飛鏢喎，咁你有咩反應嘅咧？其實飛鏢係掟標玩嘅啫，我覺得係喺度玩。咁後期咧就發覺咧佢好認真嚇，咁亦都係需要少少嘅投資啦嚇，咁咪俾佢繼續落去咯。咁我哋真係見到即係香港傳統嘅工業家，好似 Edward 嘅毅力同埋堅毅嘅精神，亦都喺 Jennifer 身上咧睇到香港新一代嘅工業家嗰種創意同埋拼勁。記得訂閱、點讚同埋 share 超毅理想頻道。